台中车头拜六暗有一对翁仔某伫咧月台边冤家，QQ 落落，歹影落落去铁轨路，翁仔某两个人全拢跳落去要捡，加在迄当阵无火车入站，若无就危险啊！有人吵架，有人跳下去了，什么意思？月台有民众伫冤家刷来跳落月台，行伫铁轨路，客停拢互其他旅客翕落来放伫网络。代志发生伫台中站17暗时9点45分左右，跳落月台所在是第一月台第3车坐车所在附近，加在当时无列车入站，因为其他民众感觉讲，这款的行为真危险，是真不可取。到轨道下面会不太知道说车子什么时候来，然后可能会影响到乘客的安全，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很危险。应该请求他们站务人员吧，请他们去检或者是处理什么的啊，不可能自己下去吧。台铁站务员随到现场来阻止，并且通报予铁路警察。经过调查，是姓严的查甫人啉烧酒醉，甲伊的家后姓陈的查甫人冤家。烧有时歹影甲手机也无设立落落去铁轨路，结果两个人拢跳落去捡，已经明显违法。因延揽酒醉罹难，为预防其生命身体之危险，予以实施管束，另全案两人分别依铁路法第57条第2项及第70条第1项规定，函请交通部裁处。警方到现场，将两个人救起来。姓严的查甫人因为已经水决根本唔知人，警察为了避免危险，实施管束。这对翁仔某违反铁路法第57条甲70条，行人不得侵入铁路路线这规定，要修法公文，请交通部裁处，会面临1万到5万块罚款。警方呼吁，若有物件落落去铁轨路，应加代替人员，也是警方讲，请因到现场来协助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